君鸿您好，这里请坐。准飞你好，你打不抢错。准飞你好，你打不抢错。你好，想向您请问，我父亲给我的房屋权状不见了。你好，想留意抢购，我爸本爱嘅房屋权状唔见睇嚟。你好，想留意抢购，我爸本愛嘅房屋權狀唔見睇嚟。請問我需要辦理什麼手續？請問我愛辦乜嘅手續？請問我愛辦乜嘅手續？這需要申請權狀補發。請問您是房屋所有權人嗎？你愛申請權狀補發，請問你係房屋所有權人嗎？你愛申請權狀補發，請問你係房屋所有權人嗎？是的，房子登記在我的名下。係啊，屋登記在我嘅名下。係啊，屋登記在我嘅名下。請提供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請稍等一下。請提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請等一下。請提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請等一下。最近果園忙嗎？最近工作員唔係忙。最近工作員唔係忙。最近忙着採收，比往常忙一些。唉，沒辦法，勞碌命嘛。你參麼動作，比平常時無限一些了，無法度勞碌命。你參麼動作，比平常時無限一些了，無法度勞碌命。你要知道，勞勞碌碌較有福。哦，你會知哦，勞勞碌碌還有福。哦，你會知哦，勞勞碌碌還有福。我記得你們家的果園很大。我記得你屋下嘅工作員動態。我記得你屋下嘅工作員動態。真的，每天果園都引來一堆猴子。哈，猴子？嘿，當日工作員都下來一大群猴兒。猴？嘿，當日工作員都下來一大群猴兒。猴？是啊，猴子跑來偷吃橘子，我們的果園都遭殃了。係啊，猴兒就來偷食柑兒，我哋嘅工作員都本記到咩快搶搶。係啊，猴兒就來偷食柑兒，我哋嘅工作員都本記到咩快搶搶。那真的是花果山的猴子無法無天。該真正係花果山嘅順猴兒無法無天。該真正係花果山嘅順猴兒無法無天。想必造成很大的困擾，你們如何解決？怕草心一台嘅高草，你就用辦解決啦。怕草心一台嘅高草，你就用辦解決啦。唉，沒辦法，還是要和鄰居和睦相處。冇辦法，還係出樓呢度高草棚做連沙火爐夾合。冇辦法，還係出樓呢度高草棚做連沙火爐夾合。只好多種一片果樹和他們分享。只好家中的果作本記得來分享。只好家中的果作本記得來分享。你們辛苦了，先和你收書狀費80元。你哋辛苦咧，先讓你收書狀費80元。你哋辛苦咧，先讓你收書狀費80元。跟您說明一下，這個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讓你說明一下，你就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還要公告1個月。讓你說明一下，你就書狀補發審查確認後，
和愛公告一張頁，滿1個月才拿出來登記。滿一張頁才提來登記，滿一張頁才提來登記。登記好了，屆時會再以電話通知您。登記後咧，到時會高用電話通知你。登記後咧，到時會高用電話通知你。了解，請問到時候需要攜帶什麼文件呢？了解，請問到時會帶乜嘅文件呢？了解，請問到時會帶乜嘅文件呢？領件時，請記得要攜帶這張單據和同一個印章。兩天計下，請記得要帶呢張單據，留強責人呢。兩天計下，請記得要帶呢張單據，留強責人呢。我們屆時是認這張單據和印章。我哋到時係認呢張單據留人呢。我哋到時係認呢張單據留人呢。如果那時候您不客前來，委託人也要帶同一份單據和印章哦。係講到時你冇法度來，委託來嘅你未愛帶同一份單據留人呢哦。係講到時你冇法度來，委託來嘅你未愛帶同一份單據留人呢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記得不要帶錯章。收據給你。好，我哋咧。記得唔好帶唔錯人呢，手機俾你。好，我哋咧。記得唔好帶唔錯人呢，手機俾你。給你一張我的名片，如果有問題可以打電話詢問。俾你張我嘅名片，係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俾你張我嘅名片，係有問題就得打電話來問。收件單據上有領件承辦人的電話分機號碼。收件單據頂個有兩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收件單據頂個有兩件審判人嘅電話分機號碼。你在過來前可以先打電話確認是否可以領件。好的，謝謝你。在你來之前就得先打電話確認，係唔係就得兩件？好，什麼呢？在你來之前就得先打電話確認，係唔係就得兩件？好，什麼呢？